睡觉流口水可能是有病的。熬夜真不好，伤命啊！年纪大的都还有在吃鸡蛋呢，老菩萨80几岁了都还有在吃鸡蛋，鸡蛋一颗小小的，一天吃2颗嘞，好像是早上晚上都有吃啊。人家眼睛还很好嘞，可以读经，还可以看字啊。鸡蛋的维他命多啊，叶黄素也多，保护眼睛啊，避免飞蚊症啊，避免黄斑部病变。水煮蛋就很方便了，水煮蛋要叶黄素啊。